呢個廚房近乎接近於成間屋嘅中心，咁喺玄學嚟講呢，佢係有火燒心呢個講法嘅。最近好兄弟向我下命買了間豪宅，作為本標，我表示非常羨慕妒忌恨，既怕兄弟吃苦，又怕兄弟開路虎。今天讓我來好好的分析一下你的新房吧。首先嚟講呢，我要同大家去講清楚一個問題，就係而家我哋買樓去售樓部聽到好多 sales 會講佢哋啲樓係超新規嘅樓。咁喺我哋建築行業呢裏邊嚟講呢，或者設計行業嚟講呢，其實規範呢只有新規同舊規。而家所謂嘅超新規呢，其實本質上係用舊嘅規範去做嘅設計，即係差唔多係20年到25年之間，廣州市政府為咗刺激樓市去放寬咗戶型嘅面積計算方式，而導致到佢嗰個即係話佢嘅建築面積嘅計算係會比新規條件下嘅建築面積計算會多咗好多個方出嚟，所以而依家咧反而啲 sales 咧就會攞呢樣嘢去作為一個賣點，就會變成一個所謂嘅超新規嘅樓。咁新規咧係從舊年25年差唔多5月份開始強制執行嘅，咁佢裏邊明確要求咗樓佢可以偷嘅面積只能夠達到總面積嘅20%最多。咁唔允許你話好似而家啲所謂嘅超新規嘅樓就係呢度話贈送嘅，嗰度話贈送嘅。咁仲有樣嘢要澄清一下嘅就係咧，而家我哋去買樓啦，啲 sales 咧總係話呢間屋裏邊咧有好多面積係可以贈送嘅，呢度又贈送一個，嗰度又可以贈送一個。其實基於即係話佢所謂嘅贈送面積，只不過係因為基於佢嘅建築面積嘅計算方式唔同，因為佢有啲面積佢係冇辦法納入咗全計算面積嘅範圍，所以咧佢就會同你講話呢度係贈送嘅，嗰度贈送嘅，跟住佢過咗驗收之後咧，佢再將你間屋再通過改造成通過局部改造去變成樣板房咁嘅樣出嚟，呈現俾大家，即係吸引大家嚟買。但實際上咧，其實所謂嘅贈送面積咧，大家其實喺個樓價上邊係已經買咗單嘅啦。我哋嚟睇下呢個整體一個屋嘅設計啦。咁首先呢間屋咧，佢係一個南北向通風嘅一個戶型，佢總面積咧係140個方，係唔計個電梯廳嘅。140方嚟講咧，即係對於設計嚟講咧，呢個係屬於豪宅戶型嚟噶啦。咁而佢呢個整體嘅樓面設計咧，係做到一個電梯對應住一戶嘅所謂嘅獨梯獨戶。但係喺我哋設計嘅睇法裏邊嚟講咧，其實呢個咧係一個一梯三戶嘅戶型嚟嘅。點樣為之一梯三戶咧？一梯係指一個逃生樓梯，再加三個住戶，所以叫做一梯三戶。咁佢而家呢個門口咧，其實就係走向逃生樓梯嘅一個通道嚟嘅。咁一旦火燭嘅時候咧，人係唔可以坐電梯嘅，係一定要從逃生樓梯走落去嘅。咁我哋而家睇到啦，咁佢依間屋其實整體嚟講，佢偷嘅面積係比較多嘅。我同事喺度吐槽咧，呢間屋買偷嘅面積性價比仲高過買一間正常嘅屋，係咪？咁佢呢度一共有1、2、3、4、4個陽台，咁4個陽台佢都做咗一個花池嘅設計。咁佢呢個裏邊咧就利用咗所謂嘅4代住宅，咁通過花池同埋陽台去增加佢偷嘅面積。咁其次就係佢主臥同埋個客廳咧係有2個大型嘅飄窗。咁飄窗響建築面積計算嚟講咧，飄窗一定程即係話闊度少於600以下，好似係少於600以下嘅飄台咧係可以唔算面積嘅。咁呢個飄台咧，我估計大概都係可以拆嘅。咁總體嚟講，佢呢個戶型咧，即係話按佢真係售賣將啲偷嘅面積變翻房之後咧，呢個戶型咧係一個4房2廳2衛嘅一個設計。咁我哋總嘅睇完啦，我哋開始逐個分析。首先我哋從左到右分析下，特別係呢個主臥。咁呢個主臥嘅設計又比較有意思，佢係一個套房。咁套房嚟講咧，佢間房係位於間屋嘅西南向。西南向響風水嚟講咧，其實係利於女主人多過男主人嘅。咁其次就係個電梯廳又向西邊，向西北邊。咁電梯廳係緊挨住咗個主臥，咁同主臥之間只係一牆之隔。雖然話電梯廳係歸你呢間屋可以用，咁但係始終佢係一個半開放嘅場所，咁好多人會有人喺度自出自入嘅。我覺得呢個係唔出奇。咁你主臥同電梯廳之間咧，就肯定會有影響噶啦。咁其次咧就係一般響玄學嚟講咧，床頭係唔會擺向西面嘅，佢一般會向北面或者向東面。咁呢個就比較有意思嘅就係呢個床頭如果向北，咁佢同電梯廳就只有一牆之隔。咁個電梯廳有啲咩動靜，個床必然係會影響個床頭。如果個人
即係話如果個人比較敏感啲咧，咁基本上係瞓唔好覺咁滯噶啦。咁自然而然咧就係有個聲煞喺度啦。咁其次，如果佢床頭向東，東面同個廁所一牆之隔，頭頂住個廁所，又係一個唔係好老禮嘅一個講法嚟嘅。頭頂廁所，咁至於點唔老禮，自己去查一查啦。咁從呢個方面嚟講咧，呢個戶型設計咧就頗有意思啦。咁其次，再按實用啲嚟講咧，咁佢個衣櫃只有北面嘅一排3米幾長嘅衣櫃，大概啦嚇，大概3米幾長衣櫃咧，我估係一定係唔夠用嘅一個衣櫃。到時候會唔會喺南邊呢個角位做一個衣櫃，或者喺呢邊做一個衣櫃？我覺得都係有可能嘅。咁呢個咧，到時候就成間房咧，其實就會變到冇咁簡潔，或者係冇咁簡潔，或者冇咁大氣，冇咁闊落，即係睇比樣板房睇上去冇咁闊落。咁做出嚟咧就會比較局促啲。咁當然啦，佢成間屋中間咧，佢係設置咗一個雜物間嘅。咁到時呢個可以專門做一個雜物間，或者做一個更衣室啊，或者咩都得。咁中間南向中間呢個廁房咧，其實就冇乜問題嘅，只不過就比較細啲咯。咁而跟住我哋講到呢個客廳同埋個廚房，佢而家咁嘅設計，我估佢樣板房呢兩埲牆係肯定係冇嘅。咁填得落成個客廳加個飯廳再加廚房，成個空間感係肯定好大嘅。跟住廚房再做埋一個開放式嘅倒廚設計，咁呢個必然係即係點講咧？會做到人哋心目中一個 dream house 啊，或者係好高檔嘅狀態。但係我想講嘅係咧，即係大家從平面嚟睇咧，我想講嘅係呢個廚房近乎接近於成間屋嘅中心。咁喺玄學嚟講咧，佢係有火燒心呢個講法嘅。咁火燒心呢個講法咧，一個就係廚房喺中間，咁廚房係屬於火，佢比較熱氣，即係佢好多去煮飯嘅時候會產生熱氣啊，產生剩啊咁佢就會向成間屋四周擴散。咁我哋中國人炒菜，大家炒飯菜都知道，如果我喺廚房炒啲咩辣椒啊，或者炒啲好勁嘅嘢咧，咁佢啲味咧肯定係傳到成間屋都係嘅。咁加上佢係一個開放式嘅倒廚設計，咁你啲氣散出去係絕對噶啦。咁佢雖然有個窗仔，呢個窗仔咧點講咧？夏天仲好啲，夏天風係從南向進入屋裏邊，可以夾硬通過呢個窗將啲氣味抽翻出去，即係話谷出去。如果北面嘅話咧，風係從北面入嚟，從呢個窗入嚟間屋裏邊，咁啊必然會將廚房嘅氣味帶入成間屋裏邊，咁到時候邊度都係味。所以呢個我覺得玄學嚟講嘅火燒心其實係有講法嘅。咁其次嚟講，因為呢間屋佢係一個南向設計嘅，咁佢東面呢度咧，佢唔係一個山牆設計，佢係一個窗，大概都應該係一個窗嘅設計。如果佢呢度係一個窗台嘅設計咧，咁依間屋朝早應該會好熱下，特別係呢個大玻璃窗，咁會照到成間屋慶合合咁，即係話特別係到8點到11點之間呢個時間段。到咁過11點之後咧，太陽升到頭頂啦，咁就冇咁熱嘅啦。但係陽光嘅直射會直射入廚房，咁廚房如果唔做封閉式設計嘅話咧，即係話唔用磚牆砌翻起佢咧，咁廚房上面啲食物咧，其實係非常之容易，即係話如果唔及時保管好嘅話，佢係非常之容易因為受到陽光嘅照射而變質變味，咁到時影響家人健康都唔好啦，係咪先？咁我估而家呢個即係當下嘅室內設計，即係精裝設計啦，佢廚房大概率會係攞玻璃門封住，即係剩低呢一半嘅缺口，而唔會用實牆。咁因為玻璃門咧，一個係安裝非常方便，第二個佢係可以即係話玻璃門敞開之後咧，係可以俾人一個比較闊落嘅一個視覺感受。但係咁樣係非常之唔利於廚房去一個擺嘢又好啦，放嘢又好啦，唔利於一個廚房嘅使用，因為廚房好多雜物嘅嘛，仲有好多小家電，咁你打開晒俾人睇啊，咁你廚房亂粒粒咁樣，咁你人望到都唔舒服，咁呢個火燒心咧，即係話就會更加應驗出嚟咯。其次就係一般風水咧係建議灶台係放喺東邊嘅，但係而家係放咗向北面同埋西北邊，咁北面係屬於水位，火氣靠北，咁就有啲水火不容嘅意思啦。咁當然啦，呢個具體我唔係好清楚，真係要問風水佬先知。咁講完呢個廚房，咁我哋講下呢兩間房。咁呢兩間房咧，啱好中間夾住個廁所。右邊呢間即係話東北側呢間房咧，仲好講，因為佢同個廁所之間仲有相隔。咁床頭向北或者向東嘅話咧，最多呢度個窗唔可以開住瞓覺嘅啫，因為個窗開住瞓覺咧，對住吹住個床頭咧，就肯定會頭痛噶啦。咁而呢間房咧，
因為夾住咗個廚房同埋個廁所之間，咁呢間房嘅潮氣就一定非常之重。再加上床頭向又係一個問題，床頭向北或者床頭向東。床頭向北嘅話就係風吹過頭，床頭向東嘅話就頭頂廁所，非常之撈架。兄弟，既然房子都買了，就好好搞裝修吧。